doa ida biak muyas ka gaya biak ni uyas dah doa uyas hadar。是的，我们可以靠着耶稣的名义打破一切枷锁。最后呢，我们请青年人再分享启示录之歌。信徒们平安。因为我们这首歌《启示录之歌》是我们这个见证的最后一首，所以我们这首歌我们会以有点像类似敬拜赞美的呈现。再等一会，如果我们在唱歌当中，你在这当中你有感动，你可以跟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会请你们跟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。你可以感谢神，你可以赞美神，在我们教会。可以为我们教会祷告，甚至为你自己祷告。所以我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，我们会先唱，然后我们在途中，如果我们需要你祷告的话，希望你们可以跟我们一起开口唱祷告。